喺今日5月31日嘅賽事有幾匹馬特別值得你留意。第一匹係第7場3班1200米嘅1號馬真心傳奇。如果你去實力馬嗰度睇，你會見到呢場嘅賽事冇乜放頭馬，相信嗰個步速唔會快，中等甚至可能係偏慢，即係話同正嘅實力馬排內檔，可以咬喺中前位置走，而末段識得加速過馬嘅馬匹係會佔有優勢嘅。而呢匹嘅真心傳奇正正屬於呢類馬。今次佢排有利嘅一檔，唔單止咁，上仗佢係贏馬，末段係識得加速，時間指數亦都係可以做一個正嘅指數嘅，即係話喺呢場嘅賽事，呢匹馬係可以咬喺中前嘅位置，OK 貼欄轉彎，憑住佢嘅末段加速能力而跑入嚟嘅。因此喺呢場嘅賽事，呢匹嘅1號真心傳奇值得你留意，同埋亦都值得你考慮攞嚟做馬膽。OK，第二匹值得你留意嘅馬就係第9場3班田草1400米嘅5號馬元朗精英啦。點解呢匹馬值得你留意？如果你去呢場嘅實力馬嗰度睇，呢場嘅賽事其實亦都係缺乏放頭馬嘅，而呢匹嘅元朗精英正正係一匹同程嘅放頭馬。唔單止咁，佢前仗放頭跑第二，係自己放一個偏慢嘅步速，末段係識得加速嘅。OK，呢類馬跑1400末段識得加速，其實非常之重要嘅。佢話可以咁樣跑入嚟入 Q， 跟住上仗佢就用一個快放嘅策略，係咪快放而末段唔斷，時間指數亦都係可以做一個正嘅指數嘅。咁即係話呢匹馬今次由於放頭馬唔多，佢又可以控制住個步速啦。而呢匹俾佢控制住步速嘅馬匹，而佢末段又識得加速，喺呢場冇乜放頭馬嘅1400米入邊，呢匹嘅元朗精英個形勢就非常之有利啦。因此第9場嘅5號元朗精英係特別值得你留意，同埋亦都值得你攞嚟做馬膽。OK， 仲有一匹就係第11場3班1600米嘅9號馬超易穩啦。如果你去呢場嘅賽事睇放頭馬，呢場係有放頭馬嘅。呢場係1600講求係乜嘢咧？就係末段嘅加速力啦。OK， 即係末段指數係好重要嘅。咁如果睇呢匹嘅超易穩，佢大前仗佢喺4班人同程，末段識得過馬，同埋末段識得做一個正嘅末段指數嘅，係咪？雖然呢個0.39好似唔係好勁，但係如果你睇佢上仗跑田草1800跑第3，緊緊負嘅啫，亦都係憑住末段加速力嚟嘅。佢做到一個1.16嘅田草1800嘅末段加速能力，嗰路程越長，末段其實嗰個時間係好難越快嘅，即係話1200米嘅末段，一般嚟講係快過1400米嘅末段，而1400米嘅末段一般嚟講快過1600，如此類推。咁佢喺1800都可以做一個咁強嘅末段加速能力。今次再縮翻去佢贏馬嘅路程1600，喺呢場有步速嘅賽事，呢匹具備強勁末段加速力嘅9號馬超易穩，喺呢場嘅賽事就特別值得你留意啦。OK， 當然啦，呢匹馬亦都值得你攞嚟做馬膽。